而家成個香港飲食界已經出現咗一個90%香港人都睇到，但係極少人敢深入講嘅殘酷真相。曾經日日排長龍壟斷香港人三餐、穩賺不賠嘅連鎖快餐巨頭，而家正在極速崩盤，節節敗退。相反，每逢週末假期，深圳口岸周邊食肆日日爆場，排隊排到過街。點解昔日雄霸香港飲食市場嘅老牌餐飲霸權，短短幾年就輸到貼地？就連大家樂呢類業界龍頭都瘋狂派息，吐現看淡後市。今日呢條片，我哋徹底拆解香港餐飲業由盛轉衰嘅底層真相，句句真話，絕對通透。睇完你就明白，呢一場行業崩塌根本唔係短期淡季，而是無可逆轉嘅時代變局。好多人放假出街週末消遣，都能夠真切感受到呢個極具反差嘅消費變化。以前香港街頭巷尾隨處可見，日日人頭湧湧，排隊盛況不絕嘅連鎖快餐品牌，呢啲紮根香港市井幾十年，陪住好幾代港人長大嘅國民食店，而家早已冇咗昔日嘅火爆人氣，門店客流大幅暴跌，再亦見唔到昔日長龍後位嘅熱鬧場面。同佢形成極致對比嘅係深圳各個近口岸商圈街巷食店，迎來咗前所未有嘅消費熱潮。每逢週末公眾假期，深圳羅湖、福田、南山等口岸周邊嘅餐飲鋪頭幾乎間間爆滿。新開嘅平價港式茶餐廳、地道家常菜、網紅美食店，排隊嘅人龍往往綿延到街巷轉角，繁華熱鬧嘅景象日日如常。呢種肉眼可見嘅消費場景大反轉，絕對唔係偶然嘅短期市場波動，而係深港兩地消費格局徹底重構嘅具體體現，更加係香港本土飲食行業幾十年累積嘅深層弊病一次性爆發嘅結果。今日我哋深入拆解一個同每一位香港市民經常往返深港嘅朋友息息相關嘅核心話題。曾經牢牢壟斷香港大眾餐飲市場，掌控住港人每日三餐消費嘅傳統餐飲巨頭，而家正面對前所未有嘅經營危機。經營多年、根深蒂固嘅行業霸權體系正在加速崩塌瓦解。就連深耕香港飲食市場多年、穩居業界頭部位置嘅大家樂等老牌餐飲巨頭，近年持續推出大額分紅、股東派息操作，喺財經圈同飲食業界引發熱烈討論，被一眾專業分析師解讀為企業看淡本土飲食市場前景、提前套現離場嘅明確信號。而家香港飲食市場嘅慘淡局面，究竟係市民主動減少本土消費造成嘅短期寒冬，定係行業自身積弊太深引發嘅系統性崩盤？昔日稱霸香港市井、壟斷大眾餐飲賽道嘅老牌飲食巨頭，點解可以喺短短幾年之間流失所有市場優勢，逐步跌落神壇？帶住呢啲核心疑問，我哋結合深港兩地最新消費數據、行業經營實況、市場底層邏輯嘅轉變，全方位復盤香港傳統飲食業嘅興衰變局，深挖呢場行業大洗牌背後嘅深層真相。熟悉香港市面變遷嘅朋友都清楚，早年嘅香港飲食市場擁有而家無法復刻嘅火爆盛況。喺行業最鼎盛嘅時期，旺角、銅鑼灣、尖沙咀呢幾大香港核心商圈，無論工作日定係週末，各大食店永遠座無虛席。就算係普通連鎖快餐、社區茶餐廳，去到午市、晚市嘅黃金用餐時段，消費者都要排隊半個鐘，甚至1個鐘先可以入座開餐。嗰陣時嘅香港飲食市場係典型嘅賣方市場鋪頭，唔使主動做推廣，唔使優化服務，淨係靠地段優勢同品牌底蘊就可以穩定吸納海量客流，賺取豐厚營收。呢個亦都係香港傳統餐飲巨頭可以輕鬆壟斷市場、穩固行業霸權嘅核心根基。但係今時唔同往日，而家嘅香港飲食市場早已物是人非。以前一座難求嘅熱門食店，就算係午晚市用餐高峰期，店內客流都係零零散散，好多餐桌全程空置，再亦見唔到昔日排隊等位嘅熱鬧景象。好多人都會好奇，香港本土嘅消費人流究竟去咗邊度？答案其實好清晰、好明確。當下分流，香港本土餐飲客流嘅核心因素主要有2個。第一係香港本土平價簡餐業態急速崛起，精準承接咗基層大眾嘅日常用餐需求。第二係深港通關日漸便利，港人北上消費成為全民熱潮，直接抽空咗香港本土飲食業嘅核心消費客流。呢兩大市場變局就好似兩把利刃，精準刺穿咗香港傳統飲食業嘅生存命脈。而首當其衝受損最嚴重嘅就係呢啲依靠流量紅利生存、壟斷香港大眾餐飲市場幾十年嘅連鎖快餐集團。講起香港連鎖快餐品牌，
每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都有深刻嘅童年回憶。呢類品牌由上世紀70年代起步，係香港快餐文化嘅開創者同定義者。憑藉標準化嘅出品、便捷嘅用餐模式、貼合港人口味嘅菜式，迅速扎根香港大街小巷，成為幾代打工仔、普通市民每日三餐嘅首選。經典嘅鐵板餐、香煎豬扒飯、港式小炒，曾經係無數香港基層上班族、普通家庭最日常嘅用餐選擇，亦都係香港市井煙火氣嘅重要組成部分。過去幾十年，呢啲快餐品牌憑借鮮發優勢、地段壟斷、深厚品牌口碑，穩穩佔據香港大眾餐飲核心賽道，幾乎冇任何競爭對手可以撼動佢哋嘅市場地位。但係時代變遷，呢啲曾經風光無限嘅國民飲食品牌，而家早已不復當年盛況。好多核心地段門店客流慘淡，經營壓力巨大。如果平時有留意香港財經資訊、股市動態嘅朋友，一定可以從大家樂集團歷年嘅財報數據當中，捕捉到香港飲食業衰敗嘅核心信號。早喺10幾年前，大家樂嘅經營數據就已經顯露頹勢，營收增速持續放緩，淨利潤逐年下滑，整體經營壓力與日俱增。喺行業整體承壓、市場競爭加劇、利潤空間持續收縮嘅大環境之下，企業最合理嘅做法就係留存利潤，加大市場投入，透過優化產品、升級服務、創新經營模式應對市場變化，穩固市場份額。但係大家樂嘅經營決策完全背離咗行業突圍嘅正確邏輯。喺經營承壓嘅關鍵階段，企業非但冇留存，資金用於門店升級、菜品研發、員工激勵、服務優化，反而持續大額派息，向股東大規模分紅。派息比例長年高企，成為財經圈熱議嘅套現式經營經典案例。從資本市場嘅專業角度嚟講，一間企業嘅分紅策略，本質上係管理層對行業前景、企業未來發展信心嘅最直觀體現。如果管理層看好後市，認定行業有長期增長空間，企業具備持續盈利能力，一定會將大部分利潤留存落嚟，用於擴大經營迭代、產品升級、服務佈局新賽道，透過持續投入，實現企業長遠發展，為股東創造更長久嘅價值收益。反觀大家樂嘅操作完全反向而行，將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最大限度以分紅形式返還股東，讓大股東提前鎖定收益，落袋為安。呢種大規模抽離營運資金嘅經營模式，喺資深財經分析師眼中係極度消極嘅市場信號，等同於管理層主動看淡本土行業前景。管理層心知肚明，香港傳統飲食業嘅存量市場持續萎縮，增量市場徹底枯竭，行業下行趨勢已經定局。與其不斷投入資金被動等待行業沉淪承受虧損風險，不如提前套現離場，保住現有收益。呢個決策等同於香港頭部餐飲巨頭為本土飲食行業嘅未來投下咗一張徹底嘅悲觀票，亦都直接印證咗香港傳統餐飲霸權已經步入末路嘅行業現實。好多人都會疑惑，究竟係咩市場變局，可以逼到深耕行業幾十年、根基深厚嘅老牌飲食巨頭主動收縮業務、套現離場？其實香港傳統飲食業嘅崩塌唔係單一因素造成，而係兩大新興消費浪潮雙向夾擊，多重行業沉默長年累積嘅必然結果。第一波衝擊嚟自香港本土平價簡餐業態嘅全面崛起，徹底顛覆咗傳統連鎖快餐嘅定價體系同產品優勢。好多人曾經片面認為平價簡餐只係特殊時期催生嘅短期業態，市場恢復常態之後，呢類性價比業態自然會被淘汰。但真實嘅市場走勢徹底推翻咗呢個錯誤判斷。經過多年市場迭代發展，香港本土平價簡餐業態不但冇消失，反而持續擴張，穩步升級，門店數量年年遞增，甚至成功打入中環、金鐘等香港核心商業區域。喺傳統快餐品牌嘅核心腹地搶佔市場份額，呢類平價簡餐可以力勢突圍，持續火爆嘅核心邏輯，歸根到底就係4個字：平、靚、正、快，精準拿捏咗當下香港基層消費者嘅核心需求。熟悉香港生活成本嘅朋友都知道，香港日常消費成本長期居高不下，普通街邊簡餐、常規連鎖快餐嘅定價，對基層上班族嚟講壓力極大。普通市民月薪普遍喺2萬至3萬港幣之間，扣除高昂租金、水電燃氣、交通通勤、日常雜費之後，可以自由支配嘅餐飲開支所剩無幾。用餐性價比自然成為消費者揀食店嘅核心準則。喺呢種消費環境之下，傳統連鎖快餐嘅性價比劣勢被無限放大，而
而家香港連鎖快餐一份普通豬扒飯、小炒飯定價普遍突破50港幣，部分核心商圈門店定價甚至高達60港幣以上，但菜品品質分量就持續縮水。早年連鎖快餐嘅招牌豬扒，肉質厚實，分量十足，搭配酸甜入味多汁、濃郁嘅番茄醬汁，米飯軟糯彈牙，係性價比極高嘅打工餐首選。但而家嘅同款菜品，不單止豬扒尺寸大幅縮水，厚度減半，肉質口感都大打折扣，乾硬柴口帶腥味，醬汁分量銳減，味道寡淡，整體食用體驗斷崖式下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嘅係，本土平價簡餐只需要30幾港幣，就可以俾消費者提供分數搭配、食材新鮮、分量充足嘅正餐菠蘿、咕嚕肉、魚香茄子、蒜蓉蒸蝦砂鍋雞、清蒸鮮魚等菜式琳琅滿目，選擇多元口味，貼合港人飲食習慣。消費者可以用更低嘅價格食到品質分量、口感全面優於傳統快餐嘅菜品。喺整體經濟承壓、市民消費愈趨理性、消費預算持續收緊嘅當下，香港消費者嘅消費算盤打得越嚟越精。同等預算之下，所有人都會優先揀性價比更高、體驗更好嘅平價簡餐。傳統連鎖快餐嘅價格泡沫徹底被戳破，產品優勢完全清零。除咗極致嘅性價比優勢，平價簡餐高效嘅用餐體驗都係佢快速搶佔市場嘅核心亮點。去過香港傳統連鎖快餐消費嘅朋友都深有體會。呢類門店用餐流程繁瑣，效率低下，體驗極差。高峰期到店需要長時間排隊點餐等候，取餐全程耗時極長。取餐之後仲要自己攞餐具，自己收拾碗筷，全程自助之餘，部分店員服務態度生硬冷漠，甚至會催促顧客區別對待。食一餐飯落嚟又攰又啤屈。反觀本土平價簡餐店，出餐速度極快，點餐流程簡單，唔使長時間等候。菜品全部現炒現賣，新鮮度拉滿，消費者到店可以快速用餐，完美適配上班族緊湊嘅午休時間，精準貼合大眾快節奏嘅用餐需求。如果話本土平價簡餐嘅崛起，只係分流咗傳統快餐嘅基層剛需客流，咁港人北上消費嘅全民熱潮就係壓垮香港傳統飲食業嘅致命一擊。平價簡餐衝擊嘅係香港飲食業嘅日常剛需消費市場，而北上消費浪潮直接掏空咗香港飲食業最核心嘅休閒聚餐、節假日消費市場，徹底瓦解咗香港餐飲行業嘅盈利根基。以往好長一段時間，香港市民嘅節假日、休閒家庭聚餐、朋友聚會，幾乎都選擇喺本土商圈消費。旺角、銅鑼灣、尖沙咀嘅食店，依靠節假日海量客流賺取高額利潤，呢個都係香港傳統餐飲巨頭可以長年穩賺不賠嘅核心底牌。但係隨着深港融合持續深化，通關政策不斷優化，跨境交通愈趨便捷，香港市民嘅節假日消費場景徹底轉移。而家每逢週末、法定公眾假期，深圳各大口岸都會出現數十萬港人北上消費嘅盛大場面，浩浩蕩蕩嘅人流跨越深港邊界，湧入深圳各大商圈、美食街區消費消遣，已經成為大灣區常態化嘅消費新景象。根據深圳邊檢總站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每年經深圳各口岸入境嘅香港居民超過齊攤700萬人次，對應嘅港人北上消費總額接近557億人民幣，較往年大幅攀升，持續刷新高。海量消費流量持續由香港流向深圳，越嚟越多香港市民寧願排隊過關，專程落深圳消費，都唔願意留喺香港本地食飯。核心原因就係深港兩地餐飲消費嘅性價比、服務體驗、用餐環境存在斷崖式差距。從消費成本嚟講，香港本土餐飲消費成本高得離譜。普通4口之家喺香港商圈食一餐普通晚餐，揀一間平凡茶餐廳、家常菜館或者簡易西餐廳，隨便點幾碟小菜、幾份主食，埋單隨時過千港幣。如果揀品質稍好嘅特色餐飲，人均消費動輒幾百港幣。普通家庭根本負擔唔起常態化消費。反觀深圳市場100零蚊人民幣嘅預算，就可以享受到高品質、高規格嘅餐飲體驗。潮汕牛肉火鍋、重慶麻辣老火鍋、廣式椰子雞新式烤肉、網紅茶飲創意私房菜等各類熱菜應有盡有，食材新鮮、品類豐富、口味多元，全方位碾壓香港同價位餐飲出品。同樣嘅預算喺香港只可以食到份量稀少、品質一般、體驗極差嘅快餐簡餐，喺深圳就可以品嚐到現切頂級黃牛肉、新鮮海鮮、精緻菜，係搭配各式特色飲品，消費性價比係絕對性、壓倒性嘅優勢。對於精打細算、
重視消費價值嘅香港消費者嚟講，呢種肉眼可見嘅差距，足以令大家放棄本土消費，選擇北上體驗。比性價比差距更令香港消費者心寒嘅，係深港兩地餐飲服務態度嘅極致反差。呢個都係倒逼港人放棄本土消費、堅定北上嘅核心情感因素。深耕香港飲食市場嘅人都清楚，香港本土餐飲服務風氣早已形成固化負面標籤，服務敷衍、生硬傲慢，幾乎成為行業通病。香港大部分茶餐廳連鎖快餐店員長期處於高強度、高壓力嘅工作狀態，加上行業缺乏標準化服務規範，普遍態度冷漠、冇耐心。喺香港本土食店消費，消費者不但享受唔到基礎嘅貼心服務，反而經常遭遇各種限制同苛責。好多核心商圈茶餐廳設置最低消費門檻，繁忙時段限定試行5分鐘用餐時間，強行催促顧客快速離場，極大拉低用餐體驗。用餐期間，店員催促點餐、催促埋單、不耐煩應答嘅情況屢見不鮮。消費者花錢消費，全程處於被動壓抑嘅狀態，完全冇體驗感同幸福感。呢種顧客遷就商家、消費者受氣食飯嘅畸形行業生態，喺香港餐飲市場早已根深蒂固。反觀深圳嘅餐飲服務，早已內捲出新高度，真正踐行顧客至上嘅服務理念，形成咗成熟完善嘅服務體系。無論係大型連鎖餐飲、網紅流量門店，定係普通街坊小店、社區食店，店員普遍熱情友善、笑臉待人，服務細緻周到、主動貼心。高端火鍋特色菜系門店仲配備全套蒸罩服務，等位期間提供免費零食飲品，仲有免費美甲、擦鞋、洗眼鏡等便民服務。入座之後，店員會主動幫手穿圍裙、調座椅、推介菜品，主動處理食材、煮製食物。如果帶小朋友到店消費，仲會免費贈送兒童玩具，提供專屬餐具同貼心照料，全方位兼顧消費者嘅用餐體驗同情緒價值。就算係冇多餘增值剖付嘅普通街邊小店，深圳商家都始終秉持真誠待客、用心經營嘅理念，耐心回應顧客需求，用心做好每一份出品，令消費者感受到十足嘅尊重同暖意。一邊係價格高昂、服務惡劣、處處受限嘅壓抑體驗，一邊係性價比超高、服務貼心、全程舒心嘅帝王級享受。對比之下，香港消費者嘅選擇早已不言而喻。長期體驗過優質服務、高性價比消費之後，消費者對香港本土餐飲嘅容忍度徹底歸零，再也無法接受本土飲食業嘅傲慢同敷衍。除咗價格同服務，用餐場景同空間體驗嘅巨大差距，都係深港消費分流嘅關鍵因素。香港土地資源稀缺，寸土寸金，商鋪租金按尺計價。所有餐飲商家嘅核心經營目標就係最大化利用空間，壓縮場地成本，提升坪效。因此，香港絕大部分食店桌椅排佈極度密集，店內空間擁擠狹窄，桌與桌之間幾乎冇空隙，鄰桌嘅傾偈聲、餐具碰撞聲、空調噪音交織一齊，用餐環境嘈雜壓抑，毫無舒適感可言。消費者用餐時不單止肢體活動受限，仲會被周邊人流噪音干擾，全程緊繃壓抑，根本無法享受用餐過程。而深圳嘅餐飲消費場景完全係另一番格局。依託充足嘅土地空間、完善嘅商圈規劃，深圳各大商場餐飲街區美食店普遍空間寬敞明亮，裝修精緻舒適，佈局合理通透，通風採光隔音效果一流。消費者食完飯之後，仲可以喺商圈入面散步、休閒逛街、購物、採購日用品同零食，一站式完成休閒消費娛樂需求，實現全方位嘅生活體驗升級。而家港人北上消費，早已唔係單純食一餐飯，而係全方位嘅生活方式升級，用更低嘅成本，享受更優質嘅產品、服務、場景同體驗。呢種全方位嘅優勢碾壓，係香港本土飲食業永遠無法彌補嘅短板。喺本土平價簡餐、北上消費熱潮嘅雙向夾擊之下，香港傳統餐飲巨頭經營多年嘅行業霸權徹底瓦解，市場競爭力全面崩盤。但大家要清楚，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飲食業今日嘅絕境，絕對唔係短期市場衝擊造成，而是幾十年行業結構性弊病持續累積、層層疊加嘅必然結果，係行業長期畸形發展埋下嘅隱患。喺市場變局當中集中爆發嘅最終結局，香港飲食業衰敗嘅核心症結，首要就係天價商鋪租金，亦即係香港根深蒂固嘅地產霸權對實體經濟嘅持續壓榨。香港核心商圈熱門街區嘅商鋪租金常年穩居全球前列，
大型地產開發商、商鋪業主牢牢掌控核心地段，商業資源形成絕對壟斷格局，租金定價完全由資本操控，毫無市場調節空間。商鋪租約到期之後，業主普遍大幅加租，漲幅20%至30%係行業常態。就算係老舊街區、非核心地段嘅鋪位，租金都年年大幅攀升，為實體商家帶嚟毀滅性嘅成本壓力。飲食行業本身就屬於薄利實體經濟，帳面營收看似可觀，但扣除各項成本之後，淨利潤極低，抗風險能力十分薄弱。喺天價租金嘅重壓之下，香港大部分餐飲商家嘅過半營收都用嚟交租，利潤空間持續被壓縮，幾乎無利可圖。為咗維持基本經營，保住微薄利潤，向股東交代業績，商家只可以被動採取兩種應對方式。第一係直接上調菜品售價，將高昂租金成本完全轉嫁俾消費者，導致菜品價格持續走高，性價比持續下跌。第二係壓縮食材成本，縮減菜品分量，降低食材品質，以次充好，偷工減料，犧牲陳品者良換取利潤空間。與此同時，為咗進一步控制成本，商家會大幅縮減員工編制，壓低人工薪資，削減服務投入，導致門店人手嚴重不足，服務質量持續下滑，運營效率大幅降低。就算係大家樂大快活呢類資金雄厚、規模龐大、擁有品牌優勢嘅連鎖餐飲巨頭，喺無底洞一樣嘅租金壓力面前，都難以長期支撐。早年行業紅利期，企業可以依靠海量客流、規模化效應，攤薄租金成本，維持穩定經營同盈利。但喺客流持續分流、市場需求萎縮、成本居高不下嘅當下，規模化優勢徹底失效，租金成本成為壓垮企業嘅核心重擔。呢個就係香港餐飲市場最致命嘅惡性循環：租金上漲、菜品漲價、品質縮水、服務狀質、消費者體驗變差、性價比下降、客流持續流失，商家營收下滑，經營壓力加劇，進一步壓縮品質，提高價格，縮減服務。呢套惡性循環持續幾十年，不斷消耗消費者信任、透支品牌口碑，摧毀行業根基，最終令香港傳統飲食業徹底喪失市場競爭力。喺市場封閉缺乏競爭嘅年代，消費者冇其他選擇，只可以被動接受行業亂象。呢套畸形模式先可以勉強維持。但當本土高性價比業態崛起，北上優質消費渠道打開，消費者有咗更好嘅選擇，傳統餐飲嘅所有弊端徹底暴露，行業競爭力瞬間歸零。除咗天價租金呢個核心治國，人手短缺、服務體系落後、行業風氣固化，係香港飲食業衰敗嘅第二大核心症結。飲食行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工時超長、工作強度大、壓力繁重、經常受氣嘅工作特性，令香港年輕一代極度排斥餐飲服務行業。而家香港餐飲從業者大多係中老年人士，年輕勞動力嚴重斷層，新人入行意願極低，行業人才儲備持續枯竭。中老年從業者受體力、精力、認知局限影響，服務積極性不足，服務意識薄弱，難以提供精細化、貼心化嘅優質服務。與此同時，香港本土嘅勞工環境、行業規範、社會氛圍對餐飲服務質量嘅要求長期寬鬆，冇形成標準化、規範化嘅服務體系，久而久之滋生出商家強勢、消費者弱勢嘅惡劣行業風氣。大部分餐飲從業者缺乏服務意識，秉持鍾意食就食、唔食就算嘅傲慢心態，對待顧客敷衍冷漠，缺乏耐心，完全唔重視消費體驗同用戶口碑。喺以往消費選擇單一、市場供不應求嘅年代，呢種行業亂象唔會影響門店基本客流。但喺消費選擇多元、市場競爭激烈、消費者愈趨重視情緒價值同服務體驗嘅當下，呢種固化陋習直接成為行業致命短板。當香港消費者親身體驗過內地餐飲極致內卷嘅優質服務、人性化細節、貼心待遇之後，對本土餐飲粗放傲慢、敷衍嘅服務模式容忍度徹底清零。以往港人對快餐消費嘅核心需求只係便捷飽腹，而家隨着消費認知升級，消費者更加看重性價比、服務體驗、情緒價值、用餐質感。但香港傳統飲食業完全跟不上消費需求嘅迭代速度，固步自封、不思進取，最終被消費者用錢包投票，徹底拋棄。行業創新能力嚴重滯後，產品迭代停滯，經營模式固化，係香港傳統餐飲霸權崩塌嘅第三大核心原因。復盤過去10年，香港連鎖快餐行業嘅發展軌跡，幾乎見唔到任何突破性嘅產品創新、模式創新、服務創新。
行業整體陷入停滯僵化嘅狀態。各大老牌快餐品牌嘅核心菜式依然係幾十年不變嘅豬扒飯、肉粒飯、港式小炒，菜品體系陳舊單一，全年幾乎冇新品迭代，偶爾推出嘅所謂新品都只係簡單調整口味、更換擺盤，屬於換湯不換藥嘅淺層改動，完全無法為消費者帶嚟新鮮感。反觀內地餐飲市場，競爭極度激烈，行業為捲常態化，市場倒逼各大品牌持續創新、快速迭代。內地餐飲品牌幾乎每個月都會推出新菜品、新菜系、新營銷玩法、新消費模式，不斷貼合年輕消費者嘅需求變化，持續優化產品同服務，保持市場活力同競爭力。新式茶飲創意粵菜融合菜系、網紅特色餐飲、沉浸式用餐場景等新業態層出不窮，不斷刷新消費體驗，引領消費潮流。香港傳統飲食業長期處於零競爭嘅溫室環境，依靠黃金地段壟斷老牌品牌，口碑市場先發優勢，長年躺住賺錢，早已喪失創新動力同危機意識。眾多餐飲巨頭一直依賴固有產品、固定模式經營，以為只有守住核心地段，保住老牌招牌，就可以永久壟斷市場，持續盈利，完全忽視蕭夫斯球嘅迭代、市場環境嘅變化、行業競爭嘅升級。當外部消費浪潮來襲，市場格局重構，呢啲缺乏創新、僵化守舊嘅老牌餐飲品牌，瞬間喪失所有市場優勢，不堪一擊，快速潰敗。想要更加透徹咁理解香港消費者對傳統快餐品牌嘅情感反轉，我哋可以回顧香港飲食業嘅黃金年代。上世紀80、90年代，香港經濟高速騰飛，市井商業蓬勃發展。連鎖快餐品牌嘅興起，開啟咗香港餐飲現代化、標準化嘅全新篇章。嗰個年代，普通香港家庭消費能力有限，週末父母帶小朋友去連鎖快餐，食一份鐵板餐、招牌豬扒飯，係極具儀式感、幸福感滿滿嘅奢侈體驗，亦都係無數港人珍貴嘅童年回憶。嗰陣時嘅香港快餐品牌，用料紮實、匠心經營、品質在線，絕對對得起消費者嘅信任同喜愛。研磨港式奶茶，茶香濃郁，口感絲滑；炸雞外皮酥脆，內裏鮮嫩；鐵板餐熱氣騰騰，食材新鮮，分量充足。每一款出品都盡顯誠意。但係隨著餐飲企業陸續上市，資本入局，品牌嘅經營邏輯徹底改變。企業核心目標由做好產品服務消費者，轉變為最大化盈利、回報股東。所有經營動作都圍繞利潤展開。行業初心徹底偏移。為咗控制成本、提升利潤、穩定財報數據，各大餐飲品牌開始全面工業化、標準化改造，摒棄傳統現炒現賣嘅匠心模式，搭建中央工廠統一預製、統一配送，將大部分後廚工序外判加工，門店只負責簡單加熱組裝出品。消費者食到嘅飯菜不再係廚師現做充滿煙火氣嘅新鮮美食，而係工業化預製料理包微波加熱嘅速食產品，食材口感、風味、新鮮度大幅下滑。添加嘅調味劑取代原本嘅食材本味，菜品品質斷崖式下跌。呢種重利潤輕品質、重資本輕用戶嘅經營模式，喺經濟繁榮、居民收入穩定、消費選擇單一嘅年代，仲可以勉強維持經營。但當經濟環境下行，居民收入縮水，消費預算收緊，消費者愈趨看重每一分消費價值，性價比極低，體驗極差，毫無誠意嘅傳統快餐產品，自然成為消費者首要捨棄嘅消費品類。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嘅係香港本土崛起嘅平價簡餐業態，秉持薄利多銷、用心經營、以人為本嘅經營理念，徹底顛覆咗傳統快餐嘅盈利模式同服務邏輯。呢類平價簡餐店冇豪華裝修，冇核心地段，冇過度營銷，摒棄所有非必要成本，將全部資源投入喺食材品質、菜品口味、份量把控之上。後廚多名師傅輪班現炒。出餐高效菜品，新鮮口味地道，前廳工作人員專注服務，快速出餐，貼心待客。好多本土良心簡餐小店仲會針對長者、基層、低收入人群推出暖心優惠平價套餐，用接地氣嘅價格、真誠暖心嘅服務，留住無數回頭客。呢種充滿市井人情味、真誠用心嘅經營態度，係冷冰冰嘅連鎖快餐品牌永遠無法復刻嘅核心優勢。香港消費者追求嘅從來唔單止係一餐飽腹嘅飯菜，更加係消費過程當中嘅尊重、真誠同溫暖。而呢啲恰恰係傳統餐飲霸權、品牌早已丟失嘅行業初心。港人北上消費嘅熱潮帶嚟嘅影響，絕對唔止係香港飲食業嘅客流流失、營收下滑，更加引發咗香港零售業、服務業、
休閒行業嘅連鎖崩塌，形成全方位嘅消費外流效應。根據專業經濟學者調研分析，港人北上消費嘅月度新增規模高達數十億級別，年度外流消費體量極其驚人。大量原本留存喺香港本土嘅家庭聚餐、朋友聚會、日常休閒、購物娛樂、生活採購需求，全部轉移到深圳及內地其他城市。原本支撐香港茶餐廳、快餐店、護膚品店、超市、休閒娛樂場所嘅核心消費流量持續大規模外流，導致香港本土各行各業客流銳減、營收萎縮、民訂空置、商圈煙火氣持續衰退。反觀深圳當地政府精準把握大灣區消費融合趨勢，針對性推出一系列引路政策，全方位便利港人北上消費，專門為港人推出專屬消費券開通口岸，直達核心商圈嘅免費接駁巴士，簡化港人電子錢包支付流程，優化跨境消費體驗，用盡一切辦法降低港人北上消費門檻，提升消費便捷度，全力承接香港外流消費流量。而香港本土嘅行業扶持、市場優化措施就嚴重滯後，面對消費外流行業衰退嘅困境，相關布局零散效果微乎其微。部分夜市邊民消費場靜，運營粗糙、衛生環境惡劣、定價不合理、業態單一，完全無法吸引本土消費者留住外來客流。一邊係內地市場持續迭代，主動擁抱消費趨勢，全力激活市場活力；一邊係香港本土市場閉門造車，固守傳統模式，被動接受行業衰退，兩地市場發展差距持續拉大。香港餐飲及相關服務業嘅頹勢進一步加劇。更加值得反思嘅係香港老牌餐飲巨頭嘅經營心態。喺行業陷入困境、市場持續下行嘅當下，大部分企業不但冇主動反思自身問題，優化經營模式、升級產品服務、貼合收費需求，反而一味怨天尤人，抱怨市場環境，指責市民唔肯本土消費。疫情期間，香港飲食業曾經獲得巨額政府補貼扶持，大量巨頭企業拿到數十億級別嘅補貼資金，但呢筆扶持資金大部分都冇用於門店升級、菜品優化、服務提升、讓利消費者穩定員工團隊，反而轉化為企業財報嘅亮麗數據、股東嘅分紅收益。當政策補貼紅利消退，市場風浪來襲，企業失去外部扶持，即刻暴露自身經營短板同核心弊病，無力應對市場變局。呢個時候，企業唔主動自救、革新轉型，反而抱怨市場、埋怨消費者。呢種輸打贏要缺乏擔當、不思進取嘅經營心態，正正係傳統餐飲霸權最令人詬病、最惹人反感嘅核心問題，亦都係行業逐步被市場淘汰嘅根本原因。我哋可以透過普通港人嘅日常消費場景，更加直觀咁感受呢場行業變局帶嚟嘅衝擊。一位普通香港上班族，日日高強度工作、超長工時，一日勞碌落嚟，只想簡單食一餐暖心暖胃嘅晚餐。樓下連鎖快餐，一份普通叉燒飯要60幾港幣，份量稀少，口感普通，服務敷衍，性價比極低。無奈付款消費之後，滿心都係疲憊同落差。但打開社交平台就會見到深圳朋友，100零蚊預算就可以享受高端美食、優質服務、舒適環境嘅日常分享。極致嘅消費差距令人心態失衡。喺呢種對比之下，每一個普通消費者都會做出最理性嘅選擇。週末寧願排隊過關，北上消費都唔願意留喺本土接受劣質消費體驗。作為香港飲食業嘅龍頭標杆，大家樂提前套現、大額派息嘅經營決策，係成個行業嘅縮影同寫照。頭部企業手握最優資源、最多門店、最強運營能力、最大品牌影響力，都對本土市場未來徹底悲觀，主動收縮離場。中小餐飲門店、市井小店嘅生存處境就更加舉步維艱。近年嚟，香港老字號茶餐廳、社區連鎖餐飲、特色網紅門店持續結業倒閉，大量經營幾十年嘅本土餐飲品牌退出市場，核心商圈商鋪空置率持續攀升。曾經一鋪難求嘅黃金地段，而家隨處可見空置轉讓嘅門店，行業蕭條景象一目了然。好多人都會為老字號退場、老牌品牌落寞感到惋惜，懷念幾代人嘅集體回憶。但市場競爭向來殘酷無情，從不憐憫弱者。時代巨輪永遠向前滾動，固步自封、不思進取、背離消費者、脫離市場趨勢嘅行業同品牌，注定會被時代淘汰。但呢個絕對唔代表香港飲食業已經徹底走入絕境，冇翻身機會。相反，呢場行業大洗牌係香港飲食業破舊立新、轉型升級、重獲新生嘅千載難逢嘅契機。天價租金、地產霸權、
固化陋習、傲慢心態、創新缺失，呢啲長期束縛香港飲食業發展嘅沉疴弊病，正隨住老牌巨頭退場，落後門店淘汰逐步瓦解。隨着傳統霸權品牌持續收縮離場，香港核心商圈嘅商鋪資源不斷釋放，租金定價逐步回歸合理水平，為用心經營、敢於創新、貼合市場嘅新興餐飲品牌本土小店騰出咗寶貴嘅生存空間同發展機遇。而家香港飲食市場正在形成全新嘅良性競爭格局，劣質門店固化品牌逐步被市場淘汰，真正用心做產品、用心做服務、用心做口碑、貼合消費者需求嘅優質門店持續突圍。而家香港好多本土小眾小店專注打磨單一品類，深耕產品品質，堅守真材實料，秉持人情味經營，憑借極致嘅產品力同暖心服務，就算冇品牌光環、冇核心地段優勢，依然可以日日排長龍，客流穩定，收穫滿滿口碑。與此同時，越嚟越多香港餐飲從業者開始主動革新轉型，擁抱新技術、新模式、新趨勢。唔少門店引入智能化設備，簡化運營流程，減輕人工壓力，提升服務效率同用餐體驗。部分優質本土餐飲品牌主動走出舒適區，進軍內地市場，依託港式飲食文化特色，開拓全新增量市場，打破本土市場嘅發展局限，為港式飲食文化揾出新嘅發展出路。反觀仲固守傳統模式，沉迷昔日霸權紅利，唔肯加薪轉型，一味套現躺平嘅老牌餐飲巨頭，未來結局早已注定。而家嘅香港消費者早已擺脫往日消費選擇單一、被動接受劣質服務嘅困境，消費認知、消費需求、消費標準全面升級，對菜品品質、性價比、服務體驗、場景質感、情緒價值嘅要求越嚟越高，市場環境、消費邏輯、行業規則早已徹底重構。如果品牌仲係死守陳舊經營思維傲慢、服務心態劣質產品體系，必然會被市場徹底拋棄，最終徹底退出行業舞台。香港飲食業嘅崩塌與重生，為整個大灣區實體消費行業帶嚟咗深刻啟示。任何行業嘅霸權同紅利都唔係永久不變，脫離消費者需求、背離市場趨勢、固步自封、唯利是圖嘅經營模式，永遠無法長久立足。天價地價催生嘅租金霸權，缺乏競爭滋生嘅行業惰性，輕視消費者養成嘅傲慢心態，資本逐利引發嘅品質滑坡，先係殺死香港傳統餐飲霸權嘅真正元兇。對於香港本土餐飲從業者嚟講，而家最應該做嘅唔係怨天尤人、抱怨市場、指責消費者，而係深刻自查、主動革新，正視短板、補齊不足，放下老牌霸權嘅傲慢姿態，回歸餐飲行業最純粹嘅本質，用心打磨產品品質，優化服務體驗，合理控制經營成本，尊重每一位消費者，用真誠同實力重新贏得市場認可，重拾消費者信任。只有主動適配市場變局，貼合消費需求，堅持創新升級，先可以喺行業大洗牌當中站穩腳跟，實現突圍。睇完今期深度拆解，相信大家對香港飲食業嘅興衰變局、深港消費格局嘅重構，都有咗全新且透徹嘅認知。唔知屏幕前嘅你有冇親身感受過香港傳統餐飲嘅體驗落差？有冇體驗過深圳優質嘅餐飲消費服務？日常休閒食飯，你會揀本土消費，定係北上體驗全新消費場景？歡迎喺評論區分享你嘅真實觀點同親身經歷，一齊交流傾偈。如果你覺得今期內容乾貨十足，分析夠透徹，記得點讚訂閱我嘅頻道，持續追蹤大灣區商業變局、消費趨勢同行業深度拆解。同時都歡迎大家將呢條片分享俾身邊嘅朋友，等更多人睇懂香港飲食業崩塌嘅底層真相，睇清大灣區消費市場嘅全新格局。時代瞬息萬變，市場迭代從不停步，我哋會持續深耕優質行業內容，帶你看透每一個商業變局背後嘅底層邏輯。我哋下期再見。